大家晚安，大家久等了。对，嗨，我先来跟大家问好好了。等一下，我先把，好悲惨哦，怎么那么悲惨？阿酸安安，鸟米高追安安，狗树人晚安，你好，刚来就目睹暴力场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伊藤绿茶晚安。对啊，为什么伊藤绿茶一来就变榜一啊？这真是个不公平的竞争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对啊，终于是开了。爱泽赤心音乐晚安，你好。对，没错，猫猫卡爱说的没错，就是因为是手机游戏，所以我本来是要用模拟器的，但是那个模拟器好像太吃那个 CPU 之类的资源了，所以真的是就对，好像就把那个不堪一击的马铃薯老师打败了，所以对，就还蛮悲惨的。想来想去，只觉得别人才应该对你忏悔，也是可以投稿。虽然照理来说是让大家投稿自己的罪恶，但是你要投稿别人的人，假装是别人，我也是拿你没办法。阿英阿蛮环境，各位阿杰阿蛮环境，模拟器很吃资源，对啊，但是之前有开过几次，也是用手机的模拟器的，但之前开得起来，可能马铃薯老师老了啦，他可能真的老了，所以就比较没办法。对，可能以后真的没办法开，就是任何手机游戏了。也许我应该要那个叫什么，要服老，但不是我老，是那个马铃薯老师老了，要服老。对，口号上安安欢迎，晚安，欢迎。哇，伊藤绿茶你很熟悉那个语气耶。虽然我其实没有读，我没有真的读过圣经，所以对我可能也不能乱那个。对，感觉乱模仿的话，好像不太好。马铃薯老师是谁？马铃薯老师是我的电脑，对，因为他是马铃薯做的，然后他承担了很多责任，所以我还是尊称他老师。然后他确实也有点老了，我觉得非常合理。扶老携幼吗？不是都会说那个老了就要扶老吗？这样有磁性吗？真的哦，可能因为我被那个马铃薯老师不堪一击弄得有点挫折，所以声音比较低一点吧，我是不知道。对，所以要买新的嘛，新的好贵哦。有钱的话我很想买新的，但目前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我再想想。西米 Mickey Mouse， 早安，有一阵子没见到了，对不对？你好，欢迎你来。阿颖也是用马铃薯在开台是吗？能接受告解都是神父，真的假的？有这个说法吗？是真的有这个说法哦？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尊称老师才一直故障？我一直都有尊称他老师啊，我一直都有师母晚安，欢迎。但我没有神父的衣服可以穿呢，所以应该没有办法达成某些奇怪的愿望。再想想，以前去教堂听他们唱歌，其实搞不懂歌词。是说圣歌吗？我知道好像有一些是唱那个叫拉丁语嘛，好像有些是唱拉丁语的，然后也有一些是翻成中文来唱的，好像也有。对，是像伊藤绿茶现在打的这个吗？像这样子的歌词啊，原来如此。我因为之前有参加过一下合唱团，所以有就是唱那一点点，但是我也背不起来，我也不记得，然后我也就是没有深入的理解那个歌词到底在讲什么。是的，准备靠得住跟绿色乖乖吗？原来如此。我电脑桌面有放一个虚拟的乖乖。什么叫虚拟的乖乖？就是一张乖乖的照片，我把它下载下来放在电脑桌面。我觉得 VTuber 也是虚拟的人物，所以放虚拟的乖乖合情合理吧。Virtual 乖乖非常合理。伊里记得好像有台语圣歌，我也记得好像蛮多教会其实会使用台语的。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学北维基的话，其实有一些教会是有在教的样子，我记得是有的。然后好像还有那个台语的主导文，对，好像我看过蛮多，就是 IG 或是脆上面就是有人会分享，就是真的会在教会用台语念主导文的影片的，其实还蛮好听的，大家有机会可以听听看。对，我好像只记得前面几句耶，好像是阮伫天顶的爸，
好，我记不住了。地路林亲像地天林，对，但是我没有被诊断，然后我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大家可以找看看，对，教会还会用台语布道的，有的是有的，对，那边做礼拜会唱台语圣歌，好酷哦，哇，我从来没有机会学怎么唱台语圣歌，我不知道它是有没有歌词或是有没有谱，有的话好像可以研究一下，感觉蛮有趣的，有趣，因为我本来要说什么，想不起来，好，我想起来了啦，就是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但是就是包含就是台语的传承，其实算是因为台湾的信仰其实就是不是单一的，我们有就是比较道教跟融合民俗信仰的这个比较普遍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庙的这个算是台湾特色民俗信仰，这个也有，这个也跟台语也有蛮密切的关系的。但是我是后来才有意识到以及知道，就是其实台湾的基督教、天主教其实以及教会是对那个台语的研究跟对台语的使用台语的状况跟台语的连结，其实也是蛮深厚的。对，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更全面的去了解一些可能以前的人留下来的文献，或者是就本身台语被使用的情况的话，其实好像各种宗教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对，我目前好像是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因为行动力都用在一些其他地方，所以没有去，我的行动力都没有拿去认真读台语，我的行动力都拿来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目前没有真的自己跑去研究。是的。就普及化教育来说，台语的罗马字是不是比汉字更早普及？因为学汉字的成本比较高吧，就是好唐突哦。虽然今天本来没有要讲这个，但是就是学罗马字这种东西，就是你把字母表都会了之后，然后怎么组装起来的规则你也会了之后，那照理来说，就是只要你发得出那个声音，你就拼得出来，以及只要你看得到那个字，你就知道它应该怎么念。可是汉字就不是这样，汉字就是你看到一个新的汉字，你根本不知道它怎么念，你一定要去查字典，然后字典就会告诉你什么反切，或者字典会给你注音，然后你就还是要经历一个这个过程，你每一个字都要重新再学一次。对，所以那个学习的成本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是一般民众，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就是疯狂读书，没有时间要去种田，要去做一些其他就是可以赚钱的事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学汉字。对，就我所知是这样子。好啊，比较真的细节就是新港文书有没有比较普及，还是那些我就不知道，我台湾史没有读那么细节，所以我其实也我没有读什么书啦，所以问我可能没有办法得到很正确的答案，我就不要乱讲好了。好，那我们真的好可惜哦，今天本来很想玩的那个游戏，是我在滑手机的时候看到一个那个广告，手游广告。然后就是看起来很好玩，所以才想说来玩的。对，我应该还是会把那个链接贴出来啦，还是会让大家就是想玩的人可以自己去找来玩。然后那个游戏就是基本上是放置类的，然后你就是可以一直祈祷，然后祈祷之后就会好事就会发生，就是这样一个比较酷手搞笑的游戏。对，本来想说一边玩这种挂机放置游戏，然后一边来看大家的告解，好像还不错。对，但是马铃薯老师真的没办法，好吧，我平常太虐待他了，那我们就大家各自玩齁，这个游戏大家可以各自玩。对，那我就负责来看大家的告解。对，好，那大家如果等一下还有想到最近有做什么坏事的话，我把它钉选起来了，好不好？我有把那个告解的表单钉选起来，你们等一下想起来自己做了什么坏事齁。听一下别人做了什么事，然后突然想起来的话，还可以去那边投。好，那我们马上来看大家投了些什么吧。好紧张哦，因为我其实有稍微偷看一下，有一些是比较状况比较复杂的，对，所以我们现在认真看一下。好，
我字会不会有点小啊？我需要放大。算了，我直接念给大家听好了。不太确定这个告解是要投自己的烦恼吗？但我还是投了。对啊，我本来就想说，就是可以让大家投稿，因为我想说，可能不是大家都有在做坏事啦。我想说，大家都很棒啊，怎么可能每个人都有做坏事？又不是我，又不是被我带坏，对不对？所以我想说，就是大家可以投自己最近任何的烦恼，对。然后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朋友的烦恼吧。我有一位男性家人，这几年因为职业伤害耳鸣的关系，所以没有再继续工作。可能因为耳鸣的关系，有一些躁郁症，但是他一直都不太有病识感，无论是耳鸣还是身心状况都不太积极治疗，就这样拖到现在。以前他就会一直爆买衣服跟潮流玩具来抒压，动辄几千几万块，花自己的钱没有问题哦。我也觉得，如果是花自己的钱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离职后，是因为是职业伤害耳鸣，所以没有继续做，所以离职嘛。离职后把自己的钱花光，还会开始跟我以及其他家人借钱。爸爸曾经心软借了他不少钱，但是仍然被花光了。前阵子如果不给他钱，他就会暴跳如雷，整个家都不得安宁。哦，所以是因为是家人的关系，所以基本上就是他知道你住哪，所以如果你不借他钱的话，可以一直跑来你家暴跳如雷的意思吗？这个好像有点，这个真的有点困难耶，因为我自己好像是没有遇过这种情况，所以我有点不确定，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可以怎么办？如果有人知道，就是包含法律上，或者是对，就是如果有人知道可以怎么帮忙解决的话，也可以就是帮忙在聊天室分享一下，因为我的生活经验也蛮有限的，就是还蛮年轻就穿越去当宝箱怪，所以有一些事情我可能是也不一定知道怎么处理的，就有时候真的还是蛮需要靠聊天室的大家来帮我。对，好。去年开始沉迷网络交友软体，但是因为从来没有交过女友的关系，不知道如何跟异性聊天。好像确实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就是从来都不知道怎么跟异性相处。对，可能就是从以前就没有这个机会，然后我不知道我们的教育方式好像也没有个特别的机会可以教大家怎么好好做这件事情。虽然什么那个叫什么课，综合课还是什么那个叫什么课啊？反正好像国小国中好像还是会有一些类似的课程嘛，但是感觉其实没什么用就是那种课程会教你什么，人家生气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那个什么一个微笑送给他。对，虽然被拿来当成那个梗图嘛，但是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有些东西可能不是光靠课本那样子教就有办法教会的，所以我觉得当然教育制度本来就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这个问题好像真的是蛮需要处理耶，因为不擅长也不要说异性啦，不擅长在社会上跟别人交流的人，其实好像至少我自己觉得蛮多的，所以我们确实好像可以想一下，就是我们的教育好像是不是有缺点什么，对啊，伊里说的没错，就是不一定是性别，就是真的不会跟人交流的人，好像也确实有点多啊。对。OK， 所以约出去以后也会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做些什么，就会不停的来征询意见。我跟他分析之后都不是他想听到的，感觉我自己的时间也被浪费掉了。这个很痛苦因为我也会遇到这种情况，不管是家人还是网络上的人，我是真的，我想一下，我觉得这个状况真的是蛮让人困扰的，就是有一些人会跑来问你的意见，比如说网络上可能有人就知道，就是阿慧会一点台语，然后我又是愿意跟大家分享我对台语的一些比如说文字使用，或者是一些怎么使用台语比较好的一些看法，所以我也有遇过有人问我这方面的意见，然后我讲了半天之后，他就表现出一个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我就想说你只是要寻求认同，你可以早点讲。对，我确实也
遇过这种情况，然后就会觉得有被浪费到时间啦，对，或者是有时候就家里长辈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可能会比如说他在犹豫要不要退休啊，然后就问我的意见，然后问一问之后，我给他我的意见之后，他隔天又有自己的想法，我就想说，所以其实你也只是想要听你想要的意见，那还是不如不要问，对，可能我就比较。可能因为我家人也不会直接暴跳如雷，或者是网络上的人也没有办法来我家暴跳如雷，所以我好像就会比较很直接、很无情的处理这个问题。但如果是这一位观众的这个情况，好像确实会有点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也不会跟陌生人交流。我确实觉得跟陌生人交流是我觉得有一点困难啦，有一点困难，就是大家在长大的过程中，很多时候都没有被要求做这件事情，所以可能会一直不会，也是很普遍的，我觉得是很普遍的。对，我一开始也没有很会跟陌生人交流，但是也是做这道就是不能爱一直跟观众朋友讲话嘛，需要就是有人想要找人斗相共，做代志，拢爱算是。逼家己去跟完全不熟悉的人交流，所以是有被迫训练到，对，但就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机会，所以确实有点困难。带有自己意见来问别人想法，很多时候是要找取暖对象，那可能就是我自己本来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想要听什么，所以我就给了他不需要的意见，然后结果就是我也浪费时间。要不要抓去吃晚餐，晚点回来铺档，慢慢吃，吃饱也是很重要的。对，子昌觉得还好吗？本来意见就是意见，不要你说一说反来指教就好。有时候会耶，有时候就是他已经带有成见的话，如果你讲出来的意见不是他想听的，他可能反过来会说，可是我觉得不是耶。我就想说，你要指教就直接指教，不要先假装问我的意见，好不好？对，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啦。对，确实是会让人蛮困扰的。好，我们继续听这位观众朋友的烦恼。这感觉真的很烦恼，因为我已经看着都已经有感受到，也跟着烦恼了。对，最让我厌烦的是约的那些女生，都因为她太死缠烂打，或是情感表达太过沉重，所以都一一封锁了她。好像有一些会耶，就是有一些可能不太有跟别人交流嘛，或者是跟别人友善互动的经验的人，可能我不知道。我觉得如果大家常常看一些被 po 出来的，就是会被说是奇怪的讯息的那种截图的话，可能多少都有看过吧。就是什么也没聊几句话，然后就开始我好爱你，我没有你我真的不行。对，就确实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太沉重，然后有点太没办法 get 到吗？对，我想应该有人会看到一些，比如说什么什么行为研究社那种社团，可能都看得到。贺宇安安暗安欢迎你来，这暗当不会，对，所以这个会被封锁，感觉是蛮合理的。那不过听起来他还是会觉得那是女生的问题，甚至开始出现丑女的言论。好头痛哦，因为确实有一些人可能是怎么说呢，就是讲比较直接，就是不会找自己的问题。对，这虽然有点网络流行语吼，有点听起来像在搞笑，但是我觉得其实是很普遍的，很多人都会有的现象。可能我有时候也会，对，就是我觉得大家要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时间检讨自己真的是不太容易啦。对，但我是觉得发生的，如果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如果一个状况重复发生，然后不管就是你跟 A 互动也会发生，你跟 B 互动也会发生，你跟 C 互动也会发生，你不管跟谁互动都会发生一样的问题的话，我觉得他们刚好都有某种问题的几率，跟问题在你身上的几率，哪个几率比较大？可能是对，就对，可能会有一个感觉，就有可能是自己某部分做的不对，对，但
事主还是有一定的权威，但是没办法控制这个家人的行为。我觉得要完全控制一个人的行为，其实很困难呢。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会很想帮别人，没有错嘛。有时候会知道别人可能怎么样可以过得更好，会很想帮他。可是有时候真的是，如果对方没有觉得想要改变的话，如果当事人没有感觉到有需要改变，或是觉得自己有哪里是可以调整的，那个要去改变一个不想改变的人是真的很难的。对，所以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要给这位观众朋友意见的话，我只能说可以不要太苛责自己吗？就是有时候我们好像能做的事情真的有限，就是你很想要帮助对方改变，但是对方如果不想改变的话，是真的做不到，是真的做不到。就是我们能，我是觉得能帮的，如果都已经帮了，那接下来可能有时候用讲的没有用，可能还是要经历一些事情，然后运气好的话才会有改变。那运气不好的话，也可能永远没有改变。有一些事情可能真的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有时候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就能做到的。至少我自己的，虽然也不是很丰富的经验啦，但是就是我活着一阵子的经验，好像会让我有这种感觉。对，好，我们还是继续看一下还有哪些困扰哈。总之就是他还是会觉得是女生的问题，然后出现一些丑女言论，比如说女生就是喜欢高富帅，或是女人就爱坏男人之类的话。真的吗？我不知道我觉得好啦，确实网络上或是其他地方可能蛮常看到有一些人会这样子想啦，但是好像会讲这种话的人，很多时候是可能有一点，我可以用这个词吗？有一点求偶焦虑嘛，就是他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找不到另一半，所以他会想要把问题归咎在一些自己没办法改变的地方，比如说高富帅，高可能自己没办法改变嘛，帅可能自己也不容易改变，然后虽然帅是可以靠那个衣着跟把自己整理干净来改变，但是可能有些人不知道，或是他不觉得，对。然后要那个很大程度的改变自己的经济能力，可能也不是很容易的。对，归因谬误这个词好精准哦。对，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些人在那个情况下，他没办法，他没有办法正确的，他没办法看到事情真正的全貌，他不知道应该归因到哪里去。对，我尽量公平啦，就是他这个人有没有问题？有，他一定有问题。对，但是能怎么帮他？我努力帮他想，好不好？我努力帮他想。对，那至少我们可以认知到，就是他因为某种焦虑，所以他可能归因到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对，那他这个归因谬误的认知有没有办法改变？我不知道。如果你很有耐心，然后你真的跟他解释，然后他真的愿意听的话，说不定，然后他刚好遇到一些挫折，让他愿意停下来慢慢听、慢慢想的话，或许还有机会，但也不一定。可以不用，就是我觉得能做，如果都做了，就是真的是不用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就是有些人他就是衰啦，他就是很衰，所以他永远没有办法改变他的认知。这个就也不是你苛责自己就能解决的问题。对。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得到女人就爱坏男人之类的结论。我觉得好像很多不是坏男人的人也有女性另一半呢，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好，那而且我觉得高富帅可能不好改变啦，要变坏应该是蛮容易的。不如好啦，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讲。但是就像有些人会仇富嘛，就是会觉得那个有钱人一定都是坏人，也许可能是同一种心理吧，就是会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他一样，是因为他很坏，但是我不是坏人，所以我没有办法。有时候也会有人这样子归因啦，也是会有。对，没错。好，哇，这个就越来越痛苦我挡到字吗？有，没关系，我会念给你们听。我之前参加了一场女性主义的活动，认识了一个很聊得来的女生，但是那位家人希望我给出那个女生的联络方式我
我好像没有遇过这种状况啊，就是但我知道有些人就是很想要认识异性的话，会努力的请他的亲朋好友推荐他们认识的异性给他。对，我是知道有这种状况，虽然我自己没遇过，但是我不知道我一直觉得这样子好像有点怪怪的。对，就是对啊，叫别人泄露人家的个资，好像有点不对耶。除非对方也有兴趣，就是刚好想要认识这个人，然后要的话也是一起约去吃个下午茶，然后互相介绍认识吧。我觉得要让朋友认识朋友，好像这样子比较是我觉得比较不会那么奇怪或是那么尴尬的方式。我不知道啦，只是个人经验会觉得这样做也是让我觉得有点怪怪的。对啊，我们这位观众回他是女性主义者，不会对你有意思。好直接啊，好直接啊！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就是那位家人是回他说：“那你跟我讲讲女性主义的基本观念，让我有点基础分数。”我觉得不太行，就是伊藤绿茶是觉得可以趁这个机会把一些女性主义的基本的概念，就是偷偷送进他的脑袋里，是吗？其实我也没什么在读女性主义所以我对于一些基本观念我自己也是不知道的，我可能没办法发表太多评论。对，我没有在读书，虽然觉得很有营养，但是我自己没有在认真读。对，可是我觉得，对啊，把这种东西拿来当，就是会讲基础分数这种方式，是真的感觉有点不好，就是也不一定要讲这么学术性的，或是这么思想性的东西。我随便举例啦，就是如果有人很想认识我，然后知道我会玩魔法风云会，然后他为了这个就硬是要把一些魔法风云会的常见的梗，或是那个一些零散的，但是讲出来我一定会知道的概念，硬是把这些东西背起来，我也不会觉得那个会变基础分数我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就是你实际上也没有玩，但是你硬要包装成一个假装有在关心的样子，会让我觉得好像那个目的性有点明显，对，感觉有点怪怪的。这个马贝可以吃饭，还有伊藤绿茶，你也要去吃饭吗？大家是这个时间吃饭吗？大家是6点快7点的时候吃饭。好，如果记住的话，我之后开台可以参考这个时间，太好了。你会你比较好糊弄我不知道啦。当然，你换个角度，你也可以说，就是他为了你想要去多认识这个东西，好像也感觉不错。可是，我觉得如果是为了基础分数，然后只想要知道一些基本观念，但实际上没有想要多了解的话，我自己不吃这一套，所以我会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子。你是7点要出门，现在一边追一边弄你爸爸的晚餐，哇，好孝顺哦！蛮期待看你在 DC 分享你的料理的。对，有时候看起来真的是很高级，对，会觉得可以出来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叫餐厅，对，为了目的性 gay pop 就很尴尬，有时候会在更深入之后看到对方尴尬的表情，那没办法我觉得如果你只是为了有目的性的想要多了解一点的话，最好不要主动去提或是表现出来，对，因为那样看起来就真的很像。就是你好像呈现出一个你有点懂的感觉，可是如果人家跟你多聊几句，发现你其实也就是没有懂很多的话，真的会蛮尴尬的对，但我觉得如果是为了让对方想跟你聊天的时候可以搭上1-2句的话，好像还好。就是可能你知道对方对这个话题很有兴趣，然后他聊一聊，你还可以说一下我好像有看到一点点，但我不太懂。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不会那么尴尬啦。尤其是学台语嘛，你是说有人为了你是说子唱，你是说如果有人为了想要跟你混熟一点，所以那个表现出一个想学台语的样子吗？台语如果是想学台语的话，我好像 OK， 但我也不会怎样啊。就是我本来就是，如果有人想要学台语，然后想要问我任何意见，我一直都是蛮欢迎的，对，我一直都很愿意回答大家。李卡按蛮欢迎你来，觉得假装就只会是假的。的确啦，就是如果他真的是因为想要跟你接触，或是因为认识你，然后对那个东西真的产生兴趣的话，
他应该就是真的会自己去自动自发的去了解更多，而不是停在某个程度。所以的确，他如果就是停在那的话，那很明显就是假装一下。的确，也确实有看过很多人假装想要学台语啦。可这种人我看的当然是很多。对，我这样是不是有点凶啊？可是就真的没，就很多人都是。我觉得啦，如果你就是会讲一些台语，然后但是你没有想要特别花力气去学什么台文之类很麻烦的东西，完全尊重。可是就是有些人很喜欢假装说我想学，但是实际上呢，你看他学了个5年6年，他就还是那样子。对，他可能假装想学，只是为了可以指教你，或是对你的做法提出一些意见，我就会觉得的确就假装就是很假。对。好啦，这个有点扯太远了。女性主义、魔法风云会、台语都很棒，不是废话。这世界上棒的东西很多，摩卡也很棒啊。好，然后重点是这些人能不能学得进去，可以试着灌输看看。我懂意思。如果再趁这个机会跟他多分享的话，也许他说不定还真的有兴趣哦。毕竟那个东西本身是蛮棒的，所以。如果他真的刚好啦，万一有兴趣的话，他是真的可以多学到一点东西。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那我们这位观众朋友，说不定心情好的时候可以试试看。我觉得这个不用勉强自己，就是真的心情好，突然觉得 OK 的时候，是真的可以试试看。对，因为我自己也是啦，我自己也是很懒得在网络上用文字教育人家啦，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就是想要问我一些台语相关的问题的时候。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有些东西你自己都查得到，你就不用问我了，我就会不回。对，但我心情好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多教育一下，跟他说，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什么东西的话，可以不用问我，你可以去哪里查，或是你可以用什么关键字比较容易查得到。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可以看心情，就是我们好像不需要太勉强自己去做一些很消耗能量的事，或是很会让你可能心情更不好的事。我觉得有时候是没有必要逼自己去这样做的。对。但是你可以知道，就是你保有这个选择，你随时哪天心情好、很有力气爱别人的时候，可以这么做。你要我出语音包给你比战的时候回人家哦，是怎样？你是说在脆上面把我的录音传上去，然后大家都以为那是你的声音吗？好啦，之后如果真的收益化过了之后，也要出语音包的话，是可以考虑，好不好？你也可以直接把它装在那个，如果你的车子是可以有自己设定语音的话，也可以。就是跟人家什么骑车发生纠纷，人家说什么左转一定要打左转灯嘛，你就可以按下去。废话，好，我不知道感觉这个用得到的那个时机非常的少好，再说，5-6年是极限吗？我也不知道，我随便说的。但是我觉得5-6年已经算等很久嘞。对，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学一个东西如果拖个5年没学，那应该是其实也不想学。虽然我自己也会这样子啊，我也会说想学画画，然后拖了5年没学，所以我现在已经知道我其实就是没有那么想学了。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不一定要拿来检讨别人啦，检讨自己的时候也可以用，好不好？多找自己问题。如果你觉得你学一个东西5年都完全没有任何的进步，那有可能你其实不想学，你的时间花在其他你更在乎的地方了，也没有不行。我觉得也不是坏事。好。还是回到这位观众朋友的烦恼。当下非常愤怒，因为女性主义不应该被当成工具来利用。我觉得对啊，就是我自己也是不太喜欢，就是任何我觉得重要的议题被拿来单纯当成一个加分工具，或是当成一个功利主义的算分数的工具。对，没错，就是我也觉得学台语的时候，有些人是很明确的带有某个目的性，但是也还好啦，我自己也没什么遇到啦。毕竟那个台语检定考过了也不会加分啊，对不对？就是这个扯很远啦。但是我觉得如果像我知道有一些语言，我知道我有点不确定细节，但我知道原住民语是要通过检定才有办法加分的，那个语言检定要过才能加分。但是我也知道很多人是为了可以加分，然后去学那个刚好够他考到的，就是把那个单字表背起来，就是他学完之后，他完全就是可以拿来考过检定。但是他
实际上可能真的没有办法讲。对，当然我完全不会，我也没有资格说人家怎样怎样，但是我想也许是有点类似的，就是如果今天台语也可以这样子考一个检定拿来加分的话，也许确实也会看到很多人就是只是学来加分的，然后实际上根本不会讲。我觉得应该也是有，应该也是会有。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可能也会觉得有点不开心吧。对，我自己也是有遇过，就是我感觉别人把台文拿来单纯在蹭的，我这样会不会骂到人？我大概讲一下什么样的状况会让我觉得不舒服。就是我好像有看过有人他在那个包装自己的时候用了一些台文的要素，对，但实际上你就是买了他的产品来看，或者是你实际上看了他的产品内容之外，他除了那个外包装或者他的名称有用一个台罗之外，他完全没有任何台语的要素在里面，就会觉得你现在就是把它当一个包装工具来蹭吗？对，会觉得不太对，对，我想可能是类似这样的感觉吧，就是你实际上并没有想要了解那个东西。对啊，我知道，就像我恨某些台语早安台一样，就是觉得你只是在消费啦，你实际上对这个议题完全没有在乎啦，对，会觉得不太开心，我是可以理解，蛮可以共鸣的。喵星人你好 ，Nico 桑初见安安，晚安，欢迎你来。你是从哪里看到我的？我好好奇哦。唐突市场调查，对，因为我最近一直都有做一些新的尝试嘛，就是之前有投广告，现在没有，然后还有剪一些shorts，然后我最近还做了一些影片更新，我蛮好奇是从哪里看到我的。好，其实在他生病前一直都对你很照顾，帮了你不少忙，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他逐渐变成我不认识的样子。哦，这个的确很痛苦，就是的确有一些长辈，就是原本他就也不是坏人，他甚至可能对你还不错，但是我的确也是有遇过家里有长辈，也是因为就是生病之后性情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对，也是会有这种状况。这个还真的是蛮难，就是对啊，就是像我之前有说过什么平等的恨所有人这种话，对，就是某些人即便跟你有血缘的关系，但是他对你很坏，你还是可以就是恨他。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跟这个就我稍早说的那个情况跟这个是真的又不一样，因为他是曾经对你好的，对，他可能真的是曾经照顾你的，但他可能在某些想法上，你觉得你帮不了他，或是他处理他做某些事情的方法你没办法认同，的确也是会有，一些不一定是说我的家人啦，可能什么我以前的老师啊，他可能就是曾经也是对我很不错，然后也是让我曾经觉得很敬佩的人，但是在讨论到某些议题或是某些想法的时候，发现哇完全合不来，完全无法接受，然后甚至可能还会有点生气，对，就也是真的会有这种状况这还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对，这个真的是有点蛮大的功课，然后具体要怎么帮忙，我还真的是有点不知道怎么帮忙，对，只能帮你祈祷，对。跟他说如何跟女生相处也听不进去，希望他能够治疗耳鸣身心症也听不进去，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有时候真的，因为稍早也有说到嘛，就是他可能是不太有病识感，所以也不太想积极治疗。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的确会很无力会帮不了。对，就像有时候在网络上，我跟人家吵架也是会发现说，人家是真的听不进去，没有办法改变的，真的是会有一个无力感。对，就是明明都怎么样，好像就好了啊，就可以变好了啊，但是他就是不愿意改变。对，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啦，但是我自己遇到这种状况，我比较常会提醒自己的一句话就是佛度有缘人。虽然我不是非常虔诚的信仰佛教，但是我觉得这句话还蛮可以参考的。就是我们能帮的人真的是有限的啦，就是也又回到刚刚讲过了，就是如果对方真的不想被改变的话，你就可能能帮的是真的有限。对，那可能有时候真的是没有缘分，有时候就是运气不够好，就是没有办法跟对方对话，就真的会帮不了，也是会有这种时候的。对，所以我不知道啦，可能我比较无情，这种时候我就会想说，那我先顾好自己吧，我至少先让自己的心情是比较稳定或是比较 OK 的。那在那之后，如果我心情
稳定，然后我有力气去帮助人家，然后他也愿意被帮助的时候，我再帮他。对，就对啦。也许像伊藤绿茶说的，就是业这个概念可能有点宗教，我们不一定要那么说，但是就是对啊，就是那是他的故事啦，那是他的人生，那是他的人生旅程。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没办法改写他的，那就是我们有时候还是要认知到自己能做的事有限。对，就像我也没有把那个我也没有把那个整个台语的传承状况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啊。就是如果以后台语真的没有人讲了，我也不会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是要认知到自己能做的事真的是有限的啦。对，虽然我透过很多投机取巧的方式想要扩大我自己的影响力，但是我觉得我能做的事情就真的还是有限的。对，比如说什么母语家庭，对，我目前没有后代，那个我帮不了。那个我没有办法帮助那个所有的年轻小朋友学到那个好，就是正确，然后又是可以传承的台语呢？没有，那个我帮不了。对，有时候要认知到自己对某些事情是就是帮不上忙的啦。对，有时候好像认知到这件事情，就讲的比较简单，我知道讲的比较简单，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能认知到这件事情的话，可能在心情上可以放过自己。对，我觉得是可以试试看，可以试试看。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 maybe 可以让他从蹭变成对台语有兴趣。如果台语成为时尚跟潮流的话，会很棒。的确啦，我那时候我也是看心情，对，我其实蛮看心情的。对，我就是心情状态不好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是在怎样啊，是在蹭哦。对，但是心情好的时候，就觉得好啦，可以帮他一下，就是说不定他其实很想学更深啊，然后就可以接触一下，也是有做过这种事，还真的有。对，因为我自己也是状态好跟状态不好的时候，行动力差比较多。对，所以我那个状态不好的时候，看到这种就会躲起来偷骂。我觉得也没有不行，因为我真的觉得被冒犯到了，我觉得没有不对。对，但是我状态好的时候就还会主动去，我真的有做过这件事情，真的，我就主动去找我刚刚说的那种情况的，我觉得他在蹭的，我就主动跟他说，你要不要多学一点台语？我可以提供你一些就是还不错的工具哦。对，然后结果对方还真的接受推荐，也是有这种时候，也是有这种时候。对，所以我觉得我想说的就是，如果自己状态不好的话，可以不用勉强自己。对，你要躲起来偷骂也没关系，我觉得没有不对。因为你确实也承受了很多，你确实自己的状态也不好，你就发泄一下，逃避一下，我觉得都不是什么很过分的事。对，那但是你还是保有这个选择啦，就是你骂完之后，如果你哪天心情好，你想要帮，你随时可以再帮，对，你随时可以再帮的。的确有点那种感觉，我也是觉得讲了听的就改了，讲不听的就是会一直觉得浪费力气，是没错。就是如果同样的沟通方式，你重复了很多次，然后都没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可能真的没有用，那可能就是个没有用的方式。对，那就可以休息了。对，就不然也不知道怎么办。不要介入太多，不要消耗权威，只有真正严重的时候才出言制止。哦，好像也是哦，就是可以把那个，就有点像是，如果你常常表现出了严肃的感觉，他就会习以为常，他不会觉得你严肃的时候是真的在严肃。所以也许真的可以像子昌说的，就是在真的比较严重，或是真的很需要讲不讲不行的时候再讲，也是一个策略，也是一个策略。对，我的确有时候在做某些事情也会用类似的策略，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我觉得是有道理。好，这个第一个就有点沉重，就是有点超出我能简单处理的范围，但是毕竟我的经验没有我的生活经验也是比较有限，但是我就是能把我想得到的跟我会怎么做的，就是尽量分享给你。对，我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希望有啦。那也希望就是可以有一些好的机缘，然后还是首先希望投稿这件事情的观众朋友，希望你自己可以是一个好的安全的状态，好不好？那如果真的有缘分，然后对方真的哪天刚好适合改变或是愿意改变的时候，希望到时候再有机会改变他。对，但是还是更希望观众你，虽然我不知道是谁，还是希望观众你本人过得好一点，好不好？我只能为你献上祝福了。
那个线上算双关嘛，包含那个线顶跟那个很凶。好，谢谢。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告解。对啊，大家如果还有想到什么可能可以有帮助的，要分享的，或是要提供一点建议的，也蛮欢迎大家可以就是直接在聊天室打出来，对，就大家就当自己家，好不好？冷笑话日过了，没有啊，对我来说每天都是冷笑话日啊，你以为哦？我看也是还不懂阿慧。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有什么事要告解呢？上次买星巴克拿到有拉花的咖啡，拉花很漂亮，但是因为真的很喜欢肉桂粉，所以直接在拉花上面加了一大坨。那这应该是不会被原谅哦。没有啦，这个我之前也是有遇到过啦，就是之前我还有在咖啡店打工的时候，其实我不会拉花，我好像有跟大家讲过，我没有学会，但是那个我的那个，反正就是我的同事有一些就是蛮喜欢研究的，然后心情好的时候就会认真拉，对，这个不可饶恕。对，谁啊？谁投的啊？你以为打个 WW 就没事了？对，不是告解台怎么变骂倒台？这是不是太赚了？是不是要多收钱？如果你觉得有被骂到有开心，可以抖内给我，谢谢。对，不是哦，拉花很麻烦呢，就人家也可以不拉，人家都花力气把你拉一个漂漂亮亮的，然后你拿到人家的那个作品，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拿一坨肉桂粉把他的作品直接盖掉，这个谁要原谅你啊？好，我觉得你可以先喝几口之后，再躲起来，不要让人家看到的地方，再默默加你的肉桂粉。希望这位投稿的人不是直接在人家拉好的面前，直接把那个肉桂粉在面前无情加下去，这个真的会翻脸吧？加肉桂本身就不能原谅了，还破坏拉花。我觉得肉桂的味道 OK 啊，我觉得加肉桂在咖啡是真的蛮香的啦。但是，有拉花很漂亮的话，建议不要一开始就加一大坨，真的是蛮不尊重的。好啦，这也没办法，毕竟是那个你买的咖啡，你的自由，拿你没办法。真的假的？斯诺米还会加可可哦？你怎么不直接点摩卡？为什么？那个摩卡里面就有巧克力啊，你为什么还要另外加可可在上面嘞？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因为通常摩卡比较贵，可是如果你硬要的话，是不是可以自己加一堆可可粉？它是不是拿你没办法？然后它就会变成摩卡？哇，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没有建议大家尝试，因为这样好像有点坏。但是，对，我只是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说，我没有叫大家去验证它，我没有这么说。好，肉桂、咖啡、可可全部加在蛋糕面糊里啊，不是，就没有拉花的问题啊？难道你的蛋糕面糊还会拉花吗？有时候真的是尊重问题啦。好啦。那个，做个结论就是，那个要不要宽恕你不是我的事，你自己去找那个店员，你自己去问他要不要宽恕你，好不好？如果他也 OK， 我就没差。对，谢谢，感谢投稿。好，我们再来看，真的假的？棒蛋糕可以拉花，太酷了吧！哇，那你下次可以表演一下放到 DC 吗？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对，破坏掉拉花之前至少拍个照嘛，那个要给一点那个叫什么最后的尊严哦。就是人家拉得很漂亮，你可以那个拍一下，发一个什么动态啊，说哇，今天这个买个咖啡拿到好漂亮的拉花哦，
至少这样子嘛，或者是你在可可破坏的瞬间，你把它拍下来嘛，你把自己的犯罪证据提供到网络上也可以，让那个你的亲朋好友可以一起挞伐你，对，至少这样子嘛，你不要默默的毁了人家的心血，然后就当没事。我真的讲焦糖玛奇朵加可可，我是没有在喝焦糖玛奇朵啦，对我来说感觉比较甜，对，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加可可是什么味道。好，大家如果有想要跟随斯洛姆的脚步的话，可以去试试看。对，但我还是主推摩卡，好不好？好，滑手机看条漫，看到早上5点才睡觉，现在上课很累，看得出来很累，因为打错太多字了吧？怎么办？我怎么会把告解台开得像骂岛？等一下，我很少看别人的告解台，别人的告解台也是这样子吗？还是只有我？会不会只有我啊？你们有一些比较有在低台的，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别人的告解台有这么好吗？作文老师台吗？改错字是作文老师台吗？还好吧。通常不会吧，偶尔啦，这个不是这个就很明显有表现出他很累的，可以啊，这可以啊，好啦，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宽不宽恕的啦，你自己要累你家的事，对，你自己有付出代价了，我觉得没有伤害到别人应该是没关系，不像前一个那个伤害了那个拉花的咖啡师的心情。我觉得那个程度有差，你这个应该没有伤害到谁啦。啊，上课听不进去也不是我的问题，也是你的损失。那个老师其实也没差，老师也不会因为你那个没有学到东西就受苦受难，应该是不会，对，应该还好。祝福你，祝福你可以在那个该睡的时候睡得着，好不好？好，我们继续。谁呀？谁啦？这个伊里在吗？伊里，有人找你啊！伊里外找，等一下，外找是不是有点老啊？现在还有人在讲这个吗？这个人是我小时候，伊里在看，谁啦？事情是这样子的，明明知道火蛇已经有火扫了，但是还是很想。他写了3次很想，也是多想。很想看火蛇跟伊里的作品。明明是个有道德的人，你确定？明明是个有道，我真的是把告解台开成骂倒台，不是投的那么欠骂，我哪有办法？反正投的时候应该已经觉得会被我骂了吧？为什么你觉得不是他就是他呢？没有，我现在那个有3个，我脑中有3个嫌疑人呢。我觉得不是他就是他，不然也可能是他。我觉得应该是他哦。这种破坏关系的事情，明明是绝对不能认同的，但是却克制不了自己的想法。火蛇可以宽恕你的罪吗？第3个是谁？我当然不能直接讲啊，哪有这样子的？边忙边听，没想到被 Q。对啊，谁啦？我们这个也要征求那个对方主播的同意，好不好？我是无所谓的，我是真的无所谓，但是你倒是画出来啊！对不对？就不是你啊，好啦，不是，我觉得做梦不犯法，好不好？有一些有的没有的想象不犯法，好不好？对，我也觉得不是啊，这个应该就不是，我也觉得应该不是伊藤绿茶，伊藤绿茶没有在这么强烈的表达这种愿望的，好不好？你们调到那个了啦，腹黑伊里出来了啦，宽恕罪过是上帝的事，所以伊里会送你去。喂，我不反对哦。那个伊里你要怎么样，我不反对哦。但是你可能要先推理出这是谁投的，这个是怎样啦？对，但我觉得有什么想法没关系。那个是哇，有在欧洲开卡车，好强哦！伊里完蛋了。好啦，我觉得不是啊。你说你是个有道德的人，真的假的？你的道德呢？你的良知呢？你的羞耻心呢？还有最重要的，你的图嘞？
你的图嘞，不要只会讲，倒是画出来嘛。说不定有人看到图之后，就会很想要来认识陈火蛇是个怎么样的主播啊！我就赚到了，好不好？免费的宣传免费的宣传互利共生，有没有听过？你倒是画嘛，画了之后还可以去漫展发嘛，你还可以在你家大街小巷发传单嘛，没关系，好不好？你倒是画出来，要讲几次？你倒是画出来，没错，道德在哪里？良心在哪里？二创在哪里？二创嘞，我 hashtag 都开给你们用了，画啊，你快画啊，我教你画。好，就这样啊。不过要那个哦，要确定那个哦，伊里可以接受的哦。对，伊里有说清水可以，好不好？就是清水可以，其他不行。对，如果伊里有改变标准的话，再请伊里通知大家。对，在这个前提下，你倒是画嘛，对不对？好。鹿山讲台语，你好，欢迎。鹿山你来啊！应该不是你投的哦。你投的话，应该写台文，我觉得应该不是你投的。你应该没有这么激烈的在表达这种愿望啦，应该不是你，好不好？好，对，清水可以，不能过激，大家听到了，倒是画嘛。好，那我讲完了，有没有宽恕？有画就宽恕啊，你不画就无法原谅，好不好？强烈谴责。好啊，伊里要不要原谅你？那是伊里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没办法代替他原谅你。你自己瞧，跟我没关系哦。好，我们继续。要忏悔，没有跟公司上层大吵一架，太欠骂了，请赦免你的罪，等离职再飙骂回去啊！你还没离职嘛，那还有机会。那还好，还没离职就还有机会，那个搞最后的大场面。对，像我就蛮后悔的啊。我那时候从那个咖啡厅离职之前，本来有一个愿望，就是想要在离职的最后那一天，想要对客人做一些恐怖的事情，比如说什么对我想一下比较能讲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咖啡店有那个车道服务，就是可以开车来买咖啡，然后就有很多客人就会车上有一些小垃圾，对，就是真的是垃圾，他就会拿车上的垃圾给我们说呢，可以帮我丢一下吗？然后就是要说可以，对，有时候还蛮烦的，对，然后就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很希望可以风水轮流转，很希望哪一天就是最后一天不做了的时候，我很想要拿那个，因为我们会用掉很多牛奶，所以我们有一个超大垃圾袋。我们都会有一个超大垃圾袋，上面就是不是上面，里面就是放满一堆牛奶罐，然后那个如果破掉的话，就会流汤，非常刺激。对，总之我的其这个愿望就是想要风水轮流转，想要拿着那一包超大包的牛奶罐垃圾袋，跟那个开车来买咖啡的人说：“平常都是你们叫我帮你们丢垃圾，换你帮我丢一下好不好？”然后把那一大袋的牛奶罐给他，这是我的愿望，但我来不及了，我没有这么做。可能因为我有道德良知吧，所以我没有这么做。加一堆 Tabasco 到他的饮料，太坏了！我们店里没有这种东西。对，倒是可以把它做得很，倒是可以加很多糖，把它做得很甜，喝起来会甜到辣辣的，说不定有可能。怎么可以这样说客人的小孩？太恐怖了，斯洛姆，太凶了吧，太凶了吧。对啊，我当然是有道德的人，不是什么意思？火蛇是个有道德的人，然后加一个笑脸，搞得很像我超没道德你这样对吗？是在酸我吗？原来职场是这样看我的，说什么我是你推都是讲好玩的，其实逮到机会就要大酸特酸，没有啦，又乱讲话。好。离弃他人的 CP 而行 BL 却不负上图，或许负人间法，但在上帝眼中却是犯了罪。不要乱写，不要乱写奇怪的圣经，太异端了吧！不要乱来，不要乱来，不要乱来，不要乱得罪别人，跟我没有关系，不是我写的，不是我讲的。对，好，我们继续。总之给这位朋友的建议就是，你还有机会，你还有机会，对。你还没离职，你还有机会，你还有你的最后一天，可以做一些大场面，让整间公司的人记得你，好不好？
期待你的精彩表现。如果真的有这么做的话，可以来分享。如果想要匿名的话，可以投棉花糖跟我说你做了什么，好不好？对，那到时候那个可能决定要不要宽恕你的，可能就不是我了，可能就是法官了，但那跟我没有关系。好，我们继续。周边商品买太多又一直出新的，钱包要 CPR 了，请赦免你的罪吧。那你多赚点钱嘛，钱都被骗走了怎么办？太好了，又有动力赚更多的钱了。好啦，这个没有什么好谴责的啊，这没有什么好谴责的啊。我们欧拉夫的欧拉铺，对不对？我们欧拉听起来好像什么那个叫什么？那种叫 Outlet， 听起来像 Outlet 的名字，不知道为什么。欧拉铺听起来超像那种大型 Outlet。对，买啊，用钱教训欧拉夫啊！我过一阵子应该也快了。对，我虽然预告很久了，跟大家说要等很久，但是快了哦！我自己的饭友快要可以出喽，真的快了。对，这个没有什么好谴责的，也没有什么好宽恕的。对，请你继续这么做，拜托。之后火蛇要出新的周边了，请让你的钱包继续 CPR， 让它撑久一点。请买我的周边，谢谢。对，这个一定宽恕，哪次不宽恕？但他没买火蛇的周边，可能是因为火蛇还没有自己出周边吧。对，有欧拉夫老师那边有出啦。对，应该还有货，大家还可以去，因为欧拉夫老师他还提供，就是他有提供现货的，以及就是有提供那个可以就是先预定的，对，所以还是有机会的。对，那请洽欧拉铺，对，欧拉夫老师有自己的 DC 伺服器可以去伺服器，欧拉夫老师有自己的 DC 伺服器可以去那边买，谢谢大家。对，请踊跃支持。那之后我出新的周边的时候，也可以来支持哦。好。这个真的称不上罪啦，只要你还养得活自己，还吃得了饭，请继续这样做好不好？请继续用你的钱支持你喜欢的创作者，拜托，靠你了。君比晚安，欢迎你好，吃晚餐了没？好，再来，没有一个月赚10万，没有能力养主播，不用自责，对，量力而为好不好？量力而为。你是想养几个主播？你是想要养几个主播？你想要一次要养几个？这个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耶。如果是养一个的话，也不用到10万啦，好不好？没有啦，大家那个抖内订阅都量力而为啊。反正希望啦，我是希望8月可以收益化。讲到这个，我是不是有立什么旗啊？大家有没有看到前几天的文啊？如果8月收益化会发生什么事啊？好，我就不讲了，你们可以在聊天室补充。对。那如果8月真的顺利收益化的话，好像就可以开那个嘞，就可以开敛财，不是，就是可以开那个会员制，大家就可以来订会籍。订会籍的话，如果你买最便宜的，就也应该是算是一杯好一点的咖啡以内的价格啦。对，所以是可以的。不要乱讲，顺利收益化的话，火蛇女装不要乱讲，那个不用收益化也可以做，好不好？对，想多了。好，不要造谣，造谣是狸猫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不要乱讲。好，总之我觉得，反正就是再次那个推行一下量力而为，这个大家那个有能力氪多少，不是有能力赞助多少就赞助多少，因为毕竟除了什么哪一位有一个狸猫要去造谣啊。有个狸猫要去做那个真的窑啦，烧东西的窑啊，对，他真的要去烧作品了，对，还有哪一位会烧作品做陶艺的狸猫，应该就是他了吧？葫芦同学平安，欢迎你来安安，叫安等啊不会绑架过了，还是我要准备绑架我的，对，是的，不是这是什么区分法是怎样？好，我们继续。对，反正量力而为，不用紧张，因为除了直接给钱之外，也有其他方式可以帮到主播的忙哦。比如说那个就有一些人，如果可能自己还没成年的话，就是没有独立、没有经济能力的话，
可能没办法用钱抖内，你还有其他很多方法，好不好？比如说多多分享、多多转推荐给你所有的朋友，多多留言，这些都很有帮助。所以不一定要太担心，就是自己没有钱养主播，你有其他方式可以帮主播的忙。对，那就是有能力的人可以有钱比较不是压力，就是钱比较不构成压力的人可以多出钱，这样子大家量力而为就好。毕竟我们就是一个街头艺人的形式嘛，就是大家有能力打赏可以打赏，对啊，没有能力也不用勉强，所以不用太紧张，不用想太多，对。啊？什么？哦，欧拉夫画的女仆装吗？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那确实算。那简单了嘛。想要火蛇多穿女装的秘诀就是多画我的 fan art。你们叫我穿什么都可以，你们叫我穿布偶装也可以，对不对？还不简单？突然觉得这件事情变得超简单。你们以后想要看哪个主播穿女装，哇，自己画，要什么有什么。真的耶，真的耶，真的耶。大家学会了吗？cosplay 火蛇让更多人认识火蛇也是一种帮忙。你说的没错哎，我觉得好有道理哦。你说的有道理耶。好，大家都可以出好不好？大家都可以出火蛇 cosplay。对，靠大家了。好，今天吃咖喱乌冬哦，蛮好吃的，好久没吃了。虽然我比较少吃比较汤的咖喱，不过的确偶尔吃一下咖喱的乌龙面真的是蛮快乐的。好，我再想一下，等一下吃什么？你要画我阿嬷推荐的那款吗？可以啊，没关系啊，你就画啊。我看起来像是会反对吗？没有，我其实蛮想看的。画你就画，你就画，放心画。对，你不用烦恼，不用烦恼什么道德在哪里这种问题，不用。最重要的永远只有图在哪里，只有这个是最重要的。只有流量是真的，羞耻心都是假的，好不好？好啊，画起来里长不在，负责煽风点火啊！你不是要画我吗？你是要画狸猫哦，不是画我，骗我，欺骗我的感情。这也可以画画看啊，可以。这画的一定是比较温柔、比较不迫害的，对不对？是说我，你是说少一个那个里长煽风点火，换你来煽风点火，是不是？好，那你画，欢迎，认真欢迎。对，要吧，要画吧。好，我们继续。对，那总之养主播的方式很多，画 fan art 也是一种哦，你们努力点。好，明明想瘦下来，却还是放任自己大吃大喝，不想运动。我自己没有投欸，只是我怀疑是我投的欸。想瘦，一直说要减肥嘛，然后一直大吃大喝，还不想运动，这真的不是我投的吗？这是我投的吧？我觉得这个也代替你投了是吗？我觉得人之常情。骂到斯洛姆请道歉，也骂到我了，谢谢大家。Jack 投的，不喜欢这则贴文检举，因为我出现在贴文中，而我不喜欢。我觉得这个人之常情啦，因为我自己也很严重，我自己也是，就是这个忏悔可以大家一起同参。大家对，有觉得被骂到的，包含我自己想一想做错了什么，找自己问题，一起忏悔好不好？为什么每天都说自己要变瘦，每天都说想要减肥结果嘞，有在运动吗？有吗？有在运动吗？我就没有啊。有在吃吗？有在吃。来，大家一起忏悔好不好？想想自己做错了什么。只是想要追逐快乐，错了吗？错了。好啦，大家共同勉励好不好？对，要吃也要动。对你在装嫩，上周1天没动，那你不就动了6天吗？你在那边装嫩，还好意思跟大家一起忏悔？你这个来炸鱼的，不行不行谴责！今天早上5点去健身，这个就是那种标准的那种，有没有？说那个什么前一天没有读书啦，然后那个别人想要问你几分，就一直在那边不讲啦，说考很烂啦，然后一看98，
哦，你是说一整周连一天都没有动？我以为是上周只有一天没动嘞。我还以为嘞。啊，骂错人，谢谢大家。但还是有那个感觉啊。今天早上5点去健身房，听起来超强的，好不好？中文好难用啊，该用台语啊，用台语根本这种问题。顶礼拜一天都无叮当，哎，对不对？你看，换台语就解决了，好，太好了。没有运动，继续大吃大喝，中午吃丹丹加一个鸡腿堡、火腿。哦，我饿了，好想吃丹丹哦。我这边没有丹丹，好饿哦，好想吃丹丹。丹丹的汉堡跟那个羹汤的部分都好赞哦。不过感觉阿杰的工作跟我的工作比起来，应该是比较有在动啦。像我真的是剪片，就真的是不会起来动了。对，开台也不会起来动了。我比较要先检讨，我的问题比较大，好不好？我的问题比较大。对，哦，是被爸爸吵到睡不着，所以就跑去运动哦。不过的确，有时候真的是，如果因为一些原因醒来，然后真的睡不回去的话，也真的会觉得就不如做点有建设性的事情。我也是会啦，对，然后可能做一做就真的又好累了，然后就可以睡回去了。给大家参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困扰，但是至少我自己是会这样做。好，感谢阿杰自己认领的告诫。大家可以匿名啦，没关系。对，但是要认领也可以啦。对，这个感觉应该是很多人共同的烦恼哈。对呀，阿杰每天工作都要换2套衣服，煮豆浆会流汗流到全身湿。好像说有流汗就是有代谢嘛，就是有流汗的话是会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排出来，是会有运动到的。比起我这个一直坐在电脑前面，然后还在那边开台，然后不会动的剪片的，应该是健康一些，健康多了。对，应该是比较健康。对，这运动量搞不好全场最高，我觉得也有可能哦。对，我的工作内容真的是没什么在运动到肢体的，是真的是应该要刻意的动一动啦，是真的要刻意动一动。睡不好去重训，然后练完之后出门就撞到人家店门，好痛，太累了吧，累到神志不清了是吗？这没办法。好，我们来看下一位朋友的告诫。空腹做有氧可以这样吗？真的假的？可以这样吗？是劳动量不是运动量吗？好像是不太一样，但是好吧，但我还是觉得应该比我健康。想看陈火蛇 NP 是什么意思？NP 是什么意思？我看一下哦。NP 有没有知道的人可以教我啊？我没有这种知识也没有特别想要有。穿越是吗？是穿越吗？还是什么？谴责，原来是这个意思哦。很多 P 就是很多张图片嘛 ，P 就是 picture 嘛，对不对？我懂了。想看总授本怎么办？这个忏悔很有他的风格，又有他的感觉，要么就他，不然就他，不然就是他。我不懂我从以前就不懂我从宝箱形态就不懂我没有要批评，我尊重啦，但是我是真的不懂，有没有人可以解释一下？就是我从宝箱形态就有人说觉得宝箱怪看起来 LE， 为什么？就是宝箱怪到底哪里就是怎样啊？不是那个意思吗？不是宝箱形态的意思吗？不然为什么要强调宝箱怪？不然他可以说因为有脚的男人很色，为什么一定要宝箱怪？什么意思？好怪哦！说好不谴责，不是说好不批评，但是好怪哦，我 get 不到好啊，是这样子吗？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不懂很正常吗？好吧，因为舌头我觉得说得通说得通。好啦，那个我觉得斯洛姆说出我的心声，讲那么多话对啊，想看本怎么办？自己写自己画，
对，自耕农有没有听过？自耕哦，台湾话有一句俗语话，叫做家己栽一丛，免看别人，好不好？家己去栽，家己去栽一丛，你都有通看。啊，如果你觉得这个不方便让我看到，也没关系，你就自己弄一本，你就有得看。对，啊，你可以把一些秘密藏在自己的心里，对，也可以啊。你要分享我也 OK， 你可以分享给所有的朋友。然后他们就会说啊，这个人是谁啊？然后我们就会知道成火蛇了。我就会获得新粉丝，好不好？哇，耕者有其田，画者有其本。你说的有道理。不是啊，反正我本来就有开放二创，不用问那么多，画就对了。你倒是画。好，慧玲3岁自耕农，好像有道理。好啦，没什么好那个宽不宽恕的，好不好？你讲了这么多，你不画不写，就是没办法原谅，谴责啊！你画了写了就原谅你，好不好？拿你没办法，你都画了，我还能怎样？好，画啦，去做我的 fan art， 拜托了，谢谢。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告解。上班当薪水小偷太舒服。每天吃好睡饱，这是低调炫耀文吗？这是不是炫耀文？换这份工作到现在已经胖20公斤了，哇哦，那是真的蛮快乐的，那是真的蛮舒服的，好哦！我也想要当薪水小偷，我只能偷大家的薪水，我没办法当薪水小偷。对啊，你们有想要被我偷的，你们知道该怎么做，靠你们了，好不好？画了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对呀，你画了，然后说不定就大红大紫啊，然后对呀，对呀，想去应征对呀，你倒是把求职资讯贴出来，让我们抢走你的工作好了，这样大家就会原谅你了，不错吧？这个谁啊？敢不敢认领？没有啦，不用认领啦，本来就是匿名的。好，那就这样子，耶、这个没什么好不宽恕的啊。但是如果你想要减肥的话，就是多吃少，讲反了，就是少吃多动，好不好？对啊，如果你也不在意的话，就胖个20公斤也没关系，也没有人可以评价你。对啊，你自己决定，那但恭喜啦，好不好？恭喜！我们诚心恭喜薪水小偷可以获得舒服的工作，那是一件蛮快乐的事。如果你快乐的话，就可以把钱分给你喜欢的主播哦。好，不一定要是我啦，但是你可以把钱分给你想支持的，然后可能赚比较少的人，我觉得也不错啊，也不错。对，反正你自己开心就好，你把它全部拿去买咖啡也好。对，就不偷不抢嘛。虽然说是薪水小偷啦，但是法律上不偷不抢，拿你没办法，那就只能这样啦。伊藤绿茶差点忘记出门哦，路上小心点，该出门还是要出门，好不好？反正我好像也把大家的告解念完了，可以下播了。今天有点快，今天蛮快的。好，那如果大家有喜欢这种告解台的话，以后久再来开一次，好不好？可以让大家讲出一些深埋在心中的不可告人的秘密，一些见不得人的一些奇怪的愿望。想要忏悔的，想要自爆的，想要被我骂的，可以来投，之后再开。好，先讲，感觉不知道什么，今天声音状态不是很好，就没办法开太久。那我们今天，也没玩到游戏，太可惜了。那今天就先到这啦，比较快，因为礼拜五就会比较想要休息，礼拜五都不会想要开太久。好啦，那大家，对啊。礼拜五晚上大家那个想要去玩的，想要 happy 一下的可以去啊，可以放松一下。对，那就这样子啦。那我来看一下，等一下降落到哪里？对，保重身体没问题啊。游戏，对我等一下把它贴出来，我等一下可以放在 Discord 里面给大家评判嘞，好像也可以。好，保重。今天是对，有声音。今天是星期五晚上，没有错。好，来看一下哪里可以降落。哇，怎么觉得现在好像没什么人在开台？惨了，又没得降吗？怎么会这样？
我无法接受。我看一下，有日本人想要学台语耶，我们去找日本人，他的标题叫做请教我台语耶。我想可能很多人不会用台文啊，你们刚好会耶，你们会台文的去教人家台语，教的应该比较对吧？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太好了，我们去教日本人台语。好，那就跟大家准备说拜拜啦。没错，就是他，就是他。我不知道他的台语好不好，就交给你们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喽。好，那还没吃晚餐的，记得先去吃晚餐啊。已经吃晚餐的，可以去教人家台语，好不好？好，大家拜拜。那我们什么时候见？我们礼拜天见。我们礼拜天晚上8点嘛，对不对？我没记错的话，我们自己的周表还会记错。对，晚上8点。我们礼拜天晚上8点绑架了一只新人狸猫，我们来跟他聊聊有的没有的。好，那我们就礼拜天见，去教台语吧，靠你们啦！这个重责大任就委托给你们啦。然后明天该投票的记得去投票，对，行使一下那个公民的权利，好不好？好，要交代就这样子了，那我可以去吃晚餐了，谢谢大家。那大家后天见，拜拜。